来关心天气，这冷空气呢有较减弱，所以今仔日透早气温是比昨还阁较温暖一寡。也毋过后礼拜一开始又阁有东北季风要落南啊，这方面这落雨的几率会变悬，气温也会对咧下降。另外呢，这南海嘛有热带扰动会来发展，判断对台湾是无直接影响的。 24节气当中的小雪特别降落，20日玉山也观测到落雪状况。这两天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，西半部、北部和花莲等地区不止冷无到20度。气象署表示，对拜五开始，虽然东北季风减弱，不过上北基隆和宜兰雨水也是会较济。到礼拜的时，全台湾天气才有明显变小了的感觉。礼拜天到礼拜一，这是相对这个礼拜。 整个天气上面会稍微整个气温是回升，然后相对来讲是比较稳定的。但是东半部受到偏东风的影响，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局部的降雨。那另外东南部以及恒春还是会有长浪，各地的气温都是有明显的回升的。气象署提醒讲，到后礼拜一暗时，东北季风会阁变强，所以像讲北部、东半部都会阁开始落雨了，而且北部和东北部嘛会开始翻冷。也来其他地区早起和暗时也是较凉冷小可。 温度上面来讲，北部区域的高温又开始下降下来，整个大概是在17到23度。那中南部整个降温虽然没有那么明显，但是清晨的低温还是要注意，还是会有20度以下的低温。另外，气象署嘛指出，后礼拜是菲律宾东边海边的低压带，有可能会出现新的风台，但是目前看起来未来的路线对咱台湾无直接的影响。记者卢尚珠、郑俊尧台北报道。